是吧？像在手份。有。我都有。时间差不多啦吼，咱请吴师娘来助咱来祈祷，要开始礼拜吼。做伙来祈祷，开始今仔日的礼拜。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若想到你的疼，阮实在是讲袂了。你伫即个艰苦的中间，惊吓的中间，无论火烧山，无论 coronavirus， 无论是 riot， 甚至有人用言语。用身躯肉体来攻击，来做不应该的代志，总是你有赏赐阮平安，阮实在是感谢你。阮在这个世界已经坠落到伫真深的深渊，主啊，只有你会当救阮脱离这个，救阮出来伫这个苦痛惊吓的世代。虽然阮的肉体勇行。做受时啊，心神艰苦，真侪人精神艰苦，无地法，地球就爱做出不应该做的代志。主啊，求你怜悯，特别阮的美国，是用你的名来设的国家，即马已经坠落到真深的所在。主啊，阮即摆的选举的总统，要选的总统，求你家己信心。感动阮，互阮知影阮应该来选什么人，互阮勇于来为着阮家己，为着这个国家，为着这个社会，勇于去选你爱要伊做来管理、保护、疼重这人民的美国的总统。求你甲阮每一个人三角地咧，互阮有智慧，是啊，阮特别为着破病的人祈祷。因为知影，你知影破病的人，实在是身躯有艰苦，总是因的心神也真艰苦。主啊，求你帮咱医治。虽然有时感觉着阮的头前哪亲像行无路，雾袂明，后壁阁有人在甲你追，亲像你伫旷野，毋知要寻啥人的时，主啊，你绝对会甲阮开路。有时阮感觉着阮坐伫船内。阮一定爱过去迄边，总是大风大雨，总是阮感谢你，伫甲阮伫船中。主啊，阮若有你，阮什么事拢是平安。是世间人是肉体，永远会拄着心灵的艰苦，也是肉体的艰苦。主啊，若有你甲阮伫地，阮拢毋免烦恼，毋免惊吓，阮一切交代伫你，因为你会甲阮安排一切。阮感谢你。阮今仔日会当来到伫你的面前，一只敬拜你。主啊，求你感动阮的敬拜的心，有阮即个敬拜真正加成伫你的面前，受你祝福。愿将今仔日的聚会完全放伫你的手，完全你来掌管。互无论要讲你的话，还是听你的话，拢得到舒服，拢得到你的恩典。我感谢你，感谢你，靠主耶稣的名，阿门。
代做阮徛起的所在，这个山也袂生出地甲世界，你永远袂做啥，对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请咱来吟圣诗，圣诗第257首，257首，心目五主坚固。新的改变，你着尽心尽性尽意跳出你的上帝。这个改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跳出比亲像家己。这两个改是说，我是你的中国。我有新的概念予你，就是你着相听，亲像我捌听你。你也着安尼相听，你若相听，这样会对安尼来你是我的先生。咱来用客英文，三角的客英，伫圣诗的后面，客英文第30篇，客英文第30篇。40页吼，智慧减步得救，聪明减步出声。伊伫路边原地的顶面，伫十字路口咧徛，伫城门边伫城门口，伫城出入的所在大声叫讲：圣人啊，我叫恁，我世间人出声讲。功德的人啊，恁就会晓得通达的你；无功的人啊，恁心内就明白。恁就听，因为我要讲极好的事，我要开嘴论正义的事。是啊，伫耶和华做我的起头，伫起头创造的内先，我是伊所有。对永远、对日头，没有世
界的大成，我已經受設立。唯有深淵，唯有最最水的水泉，已經生我。大山未行着，小山未有的大成，已經生我。要我要為創造我，地甲產業，以及地上土本的原則。伊建立這天，設圓環佇深淵的頂面。頂面安置強將，堅固深淵的水泉。甲海定着界限，互水無盤過伊的命令。領着大地的根基，我甲伊立地。迄時我佇遐做師傅頭，日日互伊歡喜，常常佇伊的面前快樂。你通聽伊的快樂，也甲世間人三甲歡喜。恁遮的囝，擔着聽等我，因為我接受我的道路的，就是有福氣。就聽教示，就得到智慧，毋通棄絕伊。聽通我日日佇我的門口在等。佇我的門聽你應好的，就人有福氣。因為找着我的，就找着我命。也要對耶和華得到榮歸。得罪我的是害家己的性命。我的攏是家己出世。請咱來看聖經，帖撒羅尼迦前書，帖撒羅尼迦前書第2章第1節，帖撒羅尼迦第2章第1節到第8節，因為兄弟。恁家己知，感情到恁中間毋是空空，獨佇菲律賓已經大聲受苦，拄着靈肉，照恁所知的，阮佇做征戰的中間，把靠咱的上帝，得着好膽對恁講上帝的福音，因為阮的訓練毋是出自差謬，毋是出自無清氣。也毋是用奸詐，就是阮互上帝驗過，才會用福音觸動阮。阮就照安尼來講，毋是親像互人歡喜的，就是互驗阮心的上帝歡喜。因為阮攏袂捌甜蜜的，用甜蜜的話，照恁所知的，也無用正塔來看。食貪心上帝做干淨。阮做基督的使徒，雖然通教人敬重阮，總是毋捌對人求恩光，也無對伊，也無對別人。阮就是溫柔行佇恁中間，親像蓮母搖家己的囝，親像安尼，阮因為戀無你。就毋拿上帝的福音，連家己的性命也歡喜互恁，因為恁佇阮所疼痛，恁是阮所疼痛的。即點要來講，如何？弟兄們，你們自己知道，我們去訪問你們，並不是沒有效果的。你們知道，我們到你們那裡去，以前在腓立比已經受迫害、受侮辱，可是我們的上帝給了我們勇氣，使我們不怕任何阻擋，把他的福音傳給你們。我們的勉勵不是出於幻想或不良的動機，也不是想欺詐什麼人，相反的，上帝選拔我們，把福音的任務付托我們，因此我們只說他要我們說的話。我們不討好人，只求喜悅那位檢察我們內心的上帝。你們知道，我們從來不向你們谄媚的話，也沒有強求任何人的稱讚。
没有求你们的，也没有求别人的。我们身为基督徒，本有权要求你们的尊重，可是在你们那里，我们温柔的待你们，像母亲如养儿一样。为了爱你们，我们不但愿意跟你们分享从上帝来的福音，连我的生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是的，稍作好。OK， 这点咱要请咱的牧师来带咱祈祷伊甲咱讲的对白是受托交代。咱三个阿头来祈祷。慈悲疼爱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你伫阮所生活的所在南加州，在欠缺水的时阵，你赏赐清早的甘露，落雨伫阮即个土地。虽然是单薄，但是阮献上满心的感谢。伫你的恩典的内面，阮会通得到润泽，阮会通伫这个病情真严重的时，得到主你的顾守。当然，阮需要尽阮的本分来保守好阮家己。阮也恳求主你继续来带领，生长伫这个土地、这个世界的人，也搁一个所在受到这个武汉疫情的影响，有一个人搁继续在染病这中间。阮需要主你的恩典来到阮三个基地，这个是有史以来上严重的一届的疫情，伫今年来发生。主，阮也感谢你过去的带领，无论阮伫身躯也伫心灵顶悬的欠缺，你拢来补足。阮伫遮也要为着阮的同工兼在阮的兄弟姊妹无熟悉，但是这个杨家俊牧师失去伊的查某囝，还未出世的查某囝，求主你的圣神甲因三个基地，会通将你的安慰赏赐伫因的中间。阮也求主你继续来祝福阮的教会，伫这个疫情的中间，阮要安怎继续来往前行。过去的日子31年，你的带领，互阮来领受你伫阮遮，阮受托伫这个所在建立的教会。过来往前要行即个关键的时期，阮面对即个疫情，阮面对无法度真正常，亲像过去安尼伫教会的敬拜，所以阮都爱用实体甲网络来进行的时，阮求主你的智慧放伫阮的中间，互阮来思想阮头前所要行的道路。阮感谢你带领阮今日搁倒来伫圣殿来参加组织，无论是伫圣殿内底，就是透过网络，主你让平平来看顾，赏赐你的平安伫阮的中间。献上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小可介绍，我拄则咧祈祷中间咧讲杨家俊牧师啦吼，伊是我辅导的一个传道者吼，照讲是后个月囡仔才会出世啦吼，前几工就发现讲伫腹肚底无心跳，去病院急诊，破腹，救2工啦吼，伫拜六宣布透早3点外宣布死亡安尼吼，所以咱为着即个家庭祈祷啦吼，少年的牧者的家庭吼，好，今仔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即段的经文，甲咱即马咧研经咧读的即段的经文，真有关系。咱即马已经进入伫拜五早经，进入伫即个保罗第2届的宣教历程，对无？咱已经有讲到腓立比腓立比发生啥物代志？今仔日经文有甲咱提醒吼，腓立比发生一项代志，就是保罗甲西拉去互关伫监狱内底的代志。为什么原因被关？今仔日保罗有小可咧透露即个物件。伊咧讲，因受托是受着上帝的托，所以伊所质疑的是，毋是人的欢喜，
是啥？是上帝的欢喜。吼，伊咧形容伊过去因所拄着遐代志，所以帮助咱伫查经甲今仔日的信息的中间，咱搁来思考吼。你会发现讲，牧师用受托爱用即个字啊，英语写讲 Holy Spirit 吼，为什么要用即个图来做回应？咱会当伫第二摆保罗的宣教的旅程的时阵，伊拄开始伊的方向，伊家己想要去倒位，咱会记无？伊甲巴拿巴讲啥？行，咱倒转来牢牢咧，咱过去设立的教会所在，咱看因好无？安尼有无？这是伊开始咧讲的，这是第15章后壁遐咧讲的，使徒行传15章。然后圣经甲咱讲啥？圣神不准啊，圣神无爱互因伫亚细亚，圣神要爱因佮继续往前行，去到伫马其顿的所在，菲律比就是伫马其顿内底。这是欧洲，帖撒罗尼迦也是伫即个所在，无偌远的所在，所以会通讲是因对菲律比离开了后，接续的就是后一个目标，就是要去帖撒罗尼迦。当然，这中国经过一寡城市吼。安尼的时阵，咱就知影讲，因整个的旅程是圣神在引带因。正着安尼，咱会当了解，佮倒来，你保罗受呼召的时阵，也是圣神来甲伊感召。今仔日第2章的第4节，保罗安尼讲，就是阮互上帝验过，咱注意甲看吼，阮去互上帝验过，才用福音托中阮 ，OK。伊遮讲的阮是啥物人？咱拄则讲保罗甲西拉，但是你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拄开始的时阵，伊有写保罗的批信吼，头起始拢有写讲吼，什么人写批，要互什么人啊？伊遮写3个人，搁一个啥物人？就是第2摆旅程中间第1站去到特庇的时阵。较罗斯德的时阵，伊去竞选着一个学生，叫啥名？提摩太吼。伊咧讲，因遮同工做伙所咧做的代志吼，所以阮是咧指上届无即3个同工吼，伫即个所在。伊讲，毋是亲像互人欢喜的，是互验阮的心的上帝来欢喜。哦，讲。伊伫这是中文哈。相反的，上帝信任我们，把传福音的任务托付我们啊。因此，所以我今日掠7个做 keyword 来甲大家分享。伫前后所咧讲的物件，伊到底伫咧讲啥物话？当然，伊真重要，就是咧讲第4节后壁。阮无要讨人的欢喜，只求取悦那查验我们内心的上帝啊。这是保罗伫遮足清楚。我要咱看英语吼，伊安怎讲 ？By God to be entrusted， 后壁是啥 ？With the gospel。OK， 上帝托中伊要做的代志就是传福音。啊，英语的翻译更较清楚吼。By God， 借着上帝，互阮的信任是要放伫啥物个？传福音的事工顶悬，吼，这足清楚伫即个所在啊。所以咱会通对这个整个的历史，咱所咧读遮的经文，甲放做伙来思考。保罗咧提供这样代志，伊的目的是要甲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信徒讲，我所伫意的，毋是我这个我家己的责任吼，毋是要重视人的看法。伊若重视人的看法，伊伫菲律比就袂去用关啊，是毋是安尼？伊所重视的是福音的真道，这个基础顶悬，所以伊去医治迄个犯规的妇人人，是毋是安尼？然后治疗嘛，吼，咱拄伫拜五拄读过这段英文吼，所以伊无要追求人的欢喜，是要追求上帝的欢喜的啦，这是伊真重要的点啦，吼。咱今仔日搁转来爱来讲着讲即个呼召的部分啦，吼，呼召的部分。咱要讲着呼召的部分，咱要讲的是讲，伫圣经内底咧讲着即个交托，也是讲托付，也是讲英语讲 entrust 吼，
安尼即个角度来讲，咱通常拢有几个无共款的讲法啦。比如讲，咱有当时啊会讲安怎交代，有个人讲交托，有个人讲交办，基本上伊拢是咧表示被信任。所以伫拄则英语的经文，甲咱讲啥 ？By God and trust， 即个物件，所以上帝是信任，然后甲责任来交互因啦。咱倒转来拄则的经文台语安怎讲？阮互上帝验过，意思是讲啥物货？若用现代讲阮有啥物货 ？certificate， 阮有证书的啦，上帝亲自甲阮验过，将即个福音托中阮，台语嘛真清楚的翻译伫即个所在。所以，伊即个呼召是借着上帝正式授权互伊，伊要来讲伊的迄个代表性是一个正式的，official 对上帝所交代因的，对圣神所带领因的，所以伊是被信任的，代表伊是正统。为什么爱安尼讲？因为咱知影伫初代教会，特别是保罗培训中间。咧面对两大的异端，两大异端，一个是犹太基督徒，有犹太文化背景的；另外一个是希腊的遮的多神敬拜的遮的物件。然后咱拄则讲，伊是瓦克圣神，包括保罗受伫要往大马色的路上，受到光照着，受到呼召，咱会看到讲。进入今仔要讲这呼召是上帝来呼召伊要做的。伫帖撒罗尼迦教会，因所会去拄着的物件、的代志、的困难，其实甲菲律宾无有两样啦，其实拢共款，麻烦嘛真济，困难嘛真济。拄头起先，咱来看。整个保罗的宣教的旅程的中间，每一届伊靠一个新的所在，拄头起先，大家拢足欢迎伊啊，因为伊讲的甲别人拢无共款的。咱渐，伊咧讲的真理，毋是人都无介意啊，是在地一寡有影响力的人，有利的伫中间的人，因开始来反对伊，因为保罗所咧讲的会影响到因的利益，包括咱讲的伫菲律宾伊受了的原因是安怎？迄个犯鬼神的负责人，伊的主人是利用伊，咧做趁食，咧趁钱所以渐咱会看讲，伊有一寡困难就会出现，甚至遭抵到有人要杀伊，要治伊的性命，安尼要杀伊。所以伫第二节的今仔日的第二节的经文，甲咱讲真清楚，伊的责任就是要来传福音，要来传福音。伊去到逐所在，无论伊是特别要去的，是圣神传伊去的，也是为着导览，像第一摆上路买几个城市，是为着导览，一个搁一个搁一个安尼。伫遮伊拢借着遮个机会，把握遮个机会，伊拢伫遐传福音，因为伊知，遮拢是上帝安排。拢是上帝的机会，拢是上帝予伊的呼召。所以伊讲，伊只有要传上帝的真理，无要传别项。什么叫传别项？咱若倒转来伫咱的信仰的体制内底，咱用旧约来讲啦旧约有两种领导人物，一种是大家足爱，一种是大家足无爱。什么人是大家足爱？祭司，祭司专门咧替人献祭嘛，是安怎？咧替犯毋对的人，甲上帝安怎求情啊？上帝伊就悔罪啊、认罪啊，搁献上即个赦罪祭对无？伊就赦免伊嘛。所以，即个祭司的角色，就是咱咧预表耶稣基督大祭司即个中保啊。因上无爱什么人？先知拢讲啥？
拢讲严厉的话，敢毋对？恁安尼袂使，恁着爱悔改，恁着爱安怎有无？啊，即两个角色，保罗伊嘛咧扮演即两个角色的物件的工作。伊去伫教会内底咧引传因教导引传进入伫即个甲上帝的关系中间，但是伊嘛咧做先知的角色，咧传讲上帝的真理。所以伊伫遐强调讲，我毋是要求人的欢喜，我所讲的物件，毋是为着要互人欢喜。若要互人欢喜，伊就真好过。讲倒转来是讲，伊只有求上帝的欢喜，因为上帝爱伊传的是真理，爱去辩驳遮的异端也好，或者是讲希腊遮的异教也好，但是因无论是异端，也是犹太的遮的文化的物件，也是希腊遮的道神的敬拜，入摆伫教会内底，拢成做教会的足歹的影响。所以伊需要真坦白、真清楚去教导遮个人，嘛因为安尼，所以引起侪人会无欢喜。咱个倒转来，伫迄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6节、第7节，伊讲安怎？伊讲伊写配互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讲：恁效法阮，也效法主。咱注意看即段经文咧讲的讲。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来学习保罗、甲西拉、甲提摩太的目的，毋是要甲保罗因共款，迄个目的是后壁效法主，这个才是伊的目的吼。虽然恁遭受大难，这互咱来思考哦。伊咧讲啥物人遭受大难？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为什么？咱来思考者，咱下面佫继续来讲啦吼。恁犹原伫圣神所享受的喜乐中间来领受信息，这个信息就是倒转来咱拄则咧讲的，讲保罗讲我只有传上帝的真理，这个信息，吼，毋是要互人欢喜的信息，但是因伫即个所在，因真直接真正确讲，恁真喜乐中来领受。遭受大难，搁真喜乐来领受上帝的话，所以因此恁诚做马其顿甲埃加阿所有信徒的模范。保罗互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有足悬的评价，这是开始拄开始的时阵，伊就讲的代志。伊遮讲真清楚，因为恁所受的苦难。啥物货？就是因伫保罗甲西拉离开腓立比了后，因受到伤害、受到侮辱，但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人犹原接纳因，嘛受到攻击嘛受到攻击，所以这个诚做一个真重要因的勇气咱来看伊讲，伫即个所在，保罗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伊强调一个勇气。足有勇敢，伫传福音的代志顶悬，爱真有勇气。为什么需要勇气？咱是讲，都做礼拜是安怎都要勇气啦，但是咱来思考哦，保罗咧讲的情景，甲咱即摆情景是无共款的。保罗的情景是伊所面对的，拢毋是基督徒，有真侪迄种希腊的传统宗教的影响。好哪亲像150几年前台湾的第一代宣教师去到伫台湾的时阵，安尼共款。因所面对的是一寡迷信的，当带医疗、带着疼、带着社会关怀，去到伫台湾的时阵，互遐的弟兄，咧做即个，咱咧讲袂孤友的人啦，也是讲咧丧命的人呐，因会无欢喜，会影响因的生理所以因需要去面对这个代志，伊需要有勇气。今仔日第20节的经文，但是上帝互阮勇气。保罗咧讲这件代志，是咧讲着腓立比所受到的灾害，因去互无代无志去互拍，
因无代无志去互关，即项代志。所以伊搁出来了安那，通常咧讲算了，回家算了，有无？无伊搁继续勇敢去。我就会记咧讲，阮阿公迄阵伫花莲咧牧会时阵迄出去当时会去互破屎呢，迄个时代啦迄个时代。伫早期你咧面对真侪无信主的人的中间，你要去传福音，伊有足侪通去甲你笑的代志，比如讲，伊会讲基督教死了无人头啦讲真侪遮个话安尼，甲你侮辱等遮个所以需要勇气，这个勇气是上帝所赏赐互因的，因伫这个侪人的反对的下面，犹原传福音互恁。这是拄则咱咧讲的保罗，伊咧讲的呼召啊。伊看重上帝的呼召，伊把这个困难放一边，因为伊相信伊所倚靠的上帝是咧照顾伊、帮助伊的。这就是拄则牧师小可咧甲咱描述的，保罗甲西拉伫腓立比所受到的灾害，这是伫使徒行传16章，咱礼拜五已经分享过我就现在甲咱放的，咱若有趣味的，当搁倒转去，甲这经文搁看一下因伫遐，因为伊伫一个受鬼附身的妇人人，去互伊的主人来甲陷害、甲报官，去互人甲因刑罚，去互关伫监内底。当然嘛有发生一寡真趣味的代志，就是因伫安那。因伫即个中间有吟诗学乐，感觉开开，然后即个顾家的人因为安尼来信主这有真趣味的代志。咱大家来看迄个地理的关系啦菲律宾就是咱讲的讲，当保罗伊离开特罗亚，这是亚洲的最后一个城市亚细亚，坐船跳一个岛了后。来到一个新城市这个 Neapolis， 这是就是 New City 的意思。然后正式伊去到菲律宾的时阵，伊伫赶鬼，然后就受到困迫。过来伊就安那经过2个城市咱过来拜五会去讲到安菲波利阿波罗尼亚这个城市，然后伊去到伫帖撒罗尼迦。去到伫遮的时阵，因所拄着的代志已经透到伫遮。帖撒罗尼迦教会人知影，因无因为人的反对，保罗、西拉嘛无因为人的反对，所以因认真伫遐来传福音。伊嘛来学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勇气，拄则咱已经讲着恁效法阮效法主。遭受大难，犹原伫这圣神所神赐的迄落中间来领受所以因原来有领受着福音的真理甲勇气，所以你也看，因必须爱安那。伫第1章第97咧，第1章第90讲，因必须爱离开因所敬拜的偶像来信主，这是伫真道顶悬的一个基础。所以因嘛拄着足侪抵挡，伊讲来侍奉即个搁活搁真的上帝，这是帖撒罗尼迦另外一个搁较大的困难伫即个所在。因毋望上帝的囝耶稣基督对天降临，即个耶稣就是上帝，互伊对死搁活迄个，伊互阮脱离迄个要临到上帝的受气啦所以因伫遐真勇敢来接受。然后离开来归向即个又搁真又搁活的上帝。为什么保罗因要安尼做？其实足侪人咧想无，好咱亲像耶稣基督共款，最后要进入伫耶路撒冷的时阵，有人咧讲你着莫入去就好有足侪人安尼讲啦我特别是拄着一寡较无信论的。人咧甲我咧辩啦，伊讲你信的耶稣就戆戆就知影头前危险，是安那要去，莫去就无代志是毋是安尼？搁另外讲，你讲的耶稣是会当赢过死神，是安那袂当对十字架落来？
伊若落来，逐个人拢拜伊啊，听起来较像有影是真诶啦吼。但是咱知影，伫迄个福音救恩诶基础顶悬，是因为上帝疼世间人。约翰福音3章16、17、18所讲诶，英语是讲吼 ，For God so loved， 遮尔啊疼恁啊！上帝遮尔啊疼恁，所以伊找见伊诶囝耶稣基督来到伫咱诶中间。保罗嘛知影伊要去后一个城市，嘛会有危险，但是伊知上帝疼伊，伊嘛疼上帝。第1章第4节讲，兄弟姊妹，我知影恁吼，我知影上帝疼恁，所以拣选恁吼，所以拣选恁。今仔日个经文第8节，伊讲为着疼恁吼，亲像安尼。阮因为乱无恁，这台语的翻译啦吼。中文译本讲，为了爱你们，我们不但愿意跟你们分享从上帝来的福音，所以这是一切拢为着听会带来清楚的呼召，听会带来勇气，听会带来你愿意来甲遮的人分享，虽然你可能爱牺牲。一寡你所拄着的遮的艰苦啦，还是讲拄着遮的，咱知影保罗听主听甲伊嘛是拢愿意为着福音来受着困着吼。第1章第4节甲今仔日第2章的第8节，拢足清楚甲咱讲，伊讲上帝为着疼恁，所以拣选恁。伊讲阮为着疼恁，家己安尼讲，亲像安尼，阮因为乱无恁。就毋拿上帝福音，连家己的性命也欢喜互恁。毋是讲我的性命互恁刣，是讲为着传福音互恁来牺牲，伊若欢喜啦吼。因为恁是阮所疼痛的，这是第8节第2章第8节所讲的。因为恁是阮所疼痛的，第1章第4节讲，因为恁是上帝疼恁，所以。保罗伫遮伊受托，伊真清楚，是因为出自上帝的疼，爱将福音离开亚细亚，进入伫欧洲，然后来传开看。当然，咱伫查经的中间，咱有几若摆嘛会问着吼，咱通常拢会安尼问啊：为什么上帝的选民一定要犹太人？为什么上帝的福音一定要传去西方？吼？为什么一定爱安尼？但是这就是上帝的计划，这就是上帝的计划。上帝无需要甲咱讲啊足清楚，伊的计划每一站要安怎行。若安尼有可能咱拢无爱对，因为安因为头前有可能会拄着困难啊，上帝要伫遐甲咱三角做伴咱拢知影上帝的计划吼，咱有可能同无爱对足辛苦的。我直接回家看电视较紧，足侪人安尼啦吼。但是上帝爱咱的信心，就是亲像阿伯拉罕共款，迄个呼召，亲像保罗共款，迄个呼召受托。我爱你安尼来对我行，我爱你安尼来对我传这福音。咱做来祈祷。听咱们的慈悲，感谢你的恩典，透过保罗、西拉因所拄着的艰难，甲因所领受的呼召，因受托为着要疼人，因受托是为着要来传福音，因受托是要爱教示人怎样来疼主你。主你来帮助阮，因为阮教会伫31年前受你的呼召，有一群的信仰前辈伫遮来建立这个教会伫遮。元旦已经经历31年，阮要安怎继续来行？主你来显明你的旨意伫阮的头前，互阮继续来思考头前的路是要安怎行？头前的路是你要来显明。阮的兄弟姊妹伫你的面前，阮也要做伙来祈祷，讲主你引带你显明，阮就对你的脚步来行。无论头前的路你怎样安排，阮就是你受托的路谱，阮就来对你的脚步行。
其次是继续来显明、来施恩带领阮的教会、阮的同工、甲阮的兄弟，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这是无所安遮尔好的练题哦。请咱来做伙吟圣诗，圣诗415首，圣诗415首，主在叫咱人做正跟对调。想到你的恩典，阮只有一句，阮感谢你，感谢你所赐予阮的，无论伫肉体，无论伫灵命，你逐时拢赐你的美名互阮，互阮满足。总是阮有时袂记得，至到阮有时惊吓，有时跋倒，有时摇曳。主求你帮助阮，互阮的条天条伫你互你所爱阮做的，这就正。因为你互阮出世伫这个世间，你定着有你的旨意。主啊，阮是毋是有真正成就你的旨意，还是阮行阮家己的路？当阮迷路，毋知去要去倒位，惊吓的时，阮求你，总是你无弃嫌阮，因为阮所做的，互你艰苦心，至到无要插阮，你还阁是帮助阮。看顾阮，互阮伫惊吓的时，你牵我的手，互阮阁起来行阮头前爱行的路。阮伫世间袂免得，有时有惊吓，有时有病痛，有时有受气，有时有欢喜。总是主啊，阮来记日你时常甲阮三甲伫地，阮来所做的会当互甲你亲近，会当互你欢喜，会当达到你互我伫这个世间的目的，求你甲阮三甲伫地。阮奉献担保伫你的面前，求你赐福，互阮这称也
沿拢到业哦，满心感谢你。原来感谢他祈求，拢是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坐。即个要来报告。咱先欢迎人客，咱有兄弟伫咱的中间，咱欢迎。要自我介绍一下无？我的师母，伊是淡江的毕业。我是对伊来，伊若去倒落，我就去倒落。理如此啦，我毛保人，阮伫这个罗马年代阮拢退休啊。欢迎吴牧师啦吼，吴牧师，阮曾经教会的长辈啦吼，我李仁和，李公用的囝。我咧猜想。欢迎吴牧师，你头拄讲我做面色的吼，我是老主任。对是讲有一点 surprise， 你看老哦，好来讲到老，今仔日啥物话你知无？农历9月初9啦吼，重阳节。你若去看迄个台湾的迄个教会直播吼，哦，逐个人拢去庆祝，拢这是大人坐喺头前遮吼，咱也祝咱遮的长辈吼，有上帝满满的祝福，甲咱三甲地地。好，天气转凉，咱真欢喜，咱阁有这个今仔日甲前礼拜即种有得着落雨啦吼。我无输娘，因为佫较好吼，讲来时啊佫咧落雨咧安尼吼，咱也请咱较照顾家己啦吼，咱迄个毋好想要文华兄呢，穿甲遮短哦，看了拢会寒，互伊有够用的吼，伊可能有主管也机车款，所以较用。来，咱的疫情基本上渐渐在稳定的中间吼，有得到消息讲，即个 San Francisco 已经用要到解除的上下骹站啦吼。但是咱还佫有一寡所在还佫真严重，咱也爱保守啦吼。好，咱10月份吼，是咱庆祝周年的时间啦吼。因今年疫情的关系，咱也无扩大，嘛无法度做伙食饭啦吼。所以咱伫祈祷的中间献上感谢，也求主继续来带领咱头前的路。咱会当会校的时阵来大家小可分享讲一下吼。我有接到黄德利牧师的电话吼，要爱咱教会写一个大概1000字的迄个教会历史的文章啦，要放伫伊的一本册内底吼。所以毋知啥物人会当写吼，是毋是？咱会当换牧师娘来甲咱讲者吼。好来。10月31号吼是宗教改革纪念日啦吼，宗教改革纪念日就是咧纪念500几年前吼马丁路德的改教吼。有足侪人咧讲吼 reform 是叫做 reforming 吼，但是你注意下看吼 reform 是啥物意思 ？reform 是重新倒转来原来的形式，你注意看这个字哦，毋是吼，一直改到吼不像基督教安尼就有问题哦。你了解无？有足侪即摆的真咱咧讲的自由派的教会吼，已经离开圣经的基础啊。伊讲我是 reforming， 我想这个互咱来一寡提醒啦吼，提醒。好来，后礼拜甲恁讲一个好消息，会当加困1点钟。后礼拜吼，咱的时间调倒去1点钟安尼吼，所以咱加困1点钟，毋好伤早来，才会无人吼。好，共款咱有实体甲即个网络的礼拜进行啦吼。
啊，咱若无方便来的，会通寄到伫教会，咱做长老会来替咱处理遮的吼。过来拜五用7:30吼，咱要继续讲即个《使徒行传》17章第1节到15节。我就报互咱的，只有到第9节吼，但是我想佫加读几节，咱来讲较完整的一个段落吼。前礼拜出席16人啦吼，啊，即个网络查经12人吼，啊，奉的1320块吼。啊，后礼拜讲道吼，伫遮甲后礼拜的服侍伫这所在。好，来，牧师长。下老师给咱报告，啊，请咱来研咱来读这个吼，迄个金句，今仔这个金句，伫个咱就印伫手簿遮嘛有吼，咱做伙来读。咱无想也通摆换地理本国的百姓，就听厝边亲像家己，我就是耶和华。搁一摆吼。咱无想也通摆换地理本国的百姓，就听他亲像家己，我就是耶和华。敢若大家拢无啥有声吼，不要紧。搁再读一摆好无？来，无通无想，也通摆换地本国的百姓，就听厝边亲像家己，我就是耶和华。19章18节。即马叫较正式。好来，咱来唱上言509首，阿罗天地原本万福原本。求愿主的圣神甲咱三甲伫地，互咱得到伊会看顾满满丰盛的恩典。愿主的平安甲咱三甲伫地，对即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先我来个这个关于哈。对。对吧？太帅了啊！太帅了啊！因为就那里讨论过，较早以前，那几首，还是我这个学法的啦。你较早是今年到啊？先等我一下哦。你讲你安后生是安怎？哦，因为伊做较远啦。哦，你讲伫那个这中间地，这中间啊。哦，你住我孙女你无声。嘿。今晚是我是好一礼拜。对对对。我是现在个。你晚上能比啊？阿妹，我做读册。